主后2023年4月23日，每日圣安公读经。战争毋是上帝的旨意。圣经咱做来听读，约书亚记第10章16节到27节。迄5个王逃走，匿伫马基大的山洞内。有人去甲约书亚报告，讲迄5个王已经找着啦，拢匿伫马基大的山洞内。约书亚讲，刷大地石甲洞口踢起来，派人踮遐固守。毋过恁着继续追入恁的对敌，对后面甲因攻击，毋通互因入因的城，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已经将因交伫恁的手。约书亚甲以色列人甲因拍败，甲因彻底消灭，只有剩一寡人走入去坚固的城。以色列众人安全倒来马基大的营地，到约书亚遐以后，无一人敢出声反对以色列人。约书亚讲：拍开洞口，甲迄5个王掠出来我遮。因就将迄5个王：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亚末王、拉结王、伊基伦王，对洞内掠出来，带去伊遐。因掠遐个王出来到约书亚遐的时，约书亚叫以色列众人来，对遐个甲伊做伙去的军官讲：恁来头前敲打遮个王的颔棍，因就来头前用骹打伫遐个王的颔棍。约书亚对因讲：恁毋通惊，毋通忍，着勇敢壮胆，因为上主会亲像安尼对待所恁要攻击的对敌。后来，约书亚杀死迄5个王，甲因吊伫5丛树顶面到黄昏。日落时，约书亚出令对树顶甲因的身尸收落来，迄伫因密的洞口，用几若块大块石头贴伫洞口。遐个石头到今仔日还伫遐。战争毋是上帝的旨意。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一部毫不留情的暴政、无人道精神的故事。经文记载，约书亚的军队过几块大石头，踢掉逃亡者的洞口，了后搁再甲因击杀。约书亚记的记载是事件发生真久以后才写做册，目的是要互后代的以色列人信仰传承。做这个关系战争的记载，并毋是爱以色列人传承圣战，是要帮助因相信上帝眷顾和保护，互以色列人对上帝有信心，并且想起上帝甲因所立的约。因为安尼，任何宗教假借上帝的名所带来的战争，拢袂会是神圣的。约书亚记甲上帝描写做战神，总是这是出自多年后的作者之一。若是新约的拯救，是对上帝为古代以色列人战争的角度来讲述的。伫古代，人认为上帝介入人间事务是理所当然的。毋过，古代人上时阵也相信，认为是通做选择的。2008年10月，美国教会领袖金纳文牧师伫写互当当时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批信中间讲到，战争就算是为着要保卫家己弱者，还是受压制者采取的必要途径，伊也绝对毋是上帝的旨意。今仔日这段经文描写的残酷行动，
若像是过去式，毋过到当类似诶暴力行动还伫发生，就亲像2019年香港理工大学反送中抗争诶遭遇，香港政府无留任何诶人道走廊，互抗争者完全受窒围，无法度逃走。检采约书亚记所记载诶遮个战争，是为着要互人阻止人类疯狂诶特别行动。世间无数诶战争，大部分是因为人诶心受愤甲贪婪所造成诶。面对大大小小军事冲突，教会爱谴责暴力甲威权，鼓吹和平和公义。约书亚的意思是上帝拯救。约书亚作为领导者，伊带领军队，巩固上帝是拯救者的信仰。伊对遐个军官讲：恁毋通惊，毋通忍，着勇敢壮胆。这段经文亲像上帝捌对约书亚讲：着勇敢壮胆，毋通惊，毋通忍。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约书亚甲上帝对伊讲的话，传互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唤醒今仔日读者重新思考，上帝是帮助者、解放者的意义。上帝作为解放者，是要互以色列人通找到回家的路，重建家园，衷心敬拜上帝。这段经文也互今仔日基督徒重新思考，上帝作为透放者对台湾处境的意义是啥？大国对小国的武力威胁到呾还存在？世界有可能行往一条非暴力的道路无？非暴力毋是投降，是勇敢面对，无惊吓，无失志，坚强倚靠上帝智慧甲力量。默想，上帝是帮助者、解放者，对今仔日的世界意义是啥物？上帝是帮助者、解放者，对今仔日的世界意义是啥物？咱来祈祷，赏赐生命的上帝，求你帮助阮，通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